房貸利息居然唔使還啦，呢次真係大快人心啊！近期著名嘅經濟學家馬江遠提出建議，目前房價已經持續走低幾年，大家可以足額咁樣將本金還俾銀行，已經非常之唔錯啦。針對已經跌破咗首期款嘅呢啲樓盤，不妨可以先暫停收取利息，大家只需要還本金就可以啦。近呢幾年嚟咧，銀行降息基本上就已經行到盡頭啦，首期款都係降到咗歷史最低15%就 OK 啦，房貸利率都係一降再降，貨幣政策咧基本上就已經用晒嘅啦。咁呢一次會唔會直接貼息，甚至係免息呢？根據以往嘅經驗嚇，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，當時咧係直接出錢貼息。強制將你嘅月供降到你月收入嘅31%，咁樣先可以保障住當時900幾萬嘅美國家庭嚇。同樣90年代咧，我哋自己都做過類似嘅事嚇。90年代初，部分國企還唔起貸款，三角債滿天飛。當時我哋嘅村長出咗3招嚇：第一，終止司法拍賣；第二，終止貸款利息；第三，終止下崗分流。三管齊下，最終先將呢個經濟可以緩到過嚟嚇。咁呢一次呢個免息政策究竟有冇可能落到地呢？大家可以評論區討論一下。